香港嘅驅鬼牧師能夠處理好多宗唔同地方嘅嚟自瑜伽、氣功、能量治療、動物傳心嘅案件，對於香港其他唔同嘅地方嘅貢獻係好大嘅。喺香港呢個鬼附嘅案件亦都唔少嘅，比起以前嚟講係多咗好多。咁啊，都係全靠驅鬼牧師佢哋嘅幫忙，咁樣先至令到香港可以穩定落嚟嘅。另外呢，天主教總部係梵蒂岡啦，曾經提倡過宗教大合一，即是係咪要基督教嘅驅鬼牧師要同泰國嘅巫師、台灣嘅巫師、馬來西亞嘅巫師、印尼嘅巫師一齊生活、一齊合一嘛？係咪即係咁解呢？神嘅末日預言裏邊曾經寫上呢個只有少數嘅以色列人是得救的，能夠永遠與神同在。有關嘅經文係呢一度啦，呢個係其中之一。喺羅馬書第九章嘅24節至到31節，這器皿就是我們被神所召的，不但是從猶太人中，也是從外邦人中。這有什麼不可呢？就像神在何西亞書上說：那本來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稱為我的子民；本來不是蒙愛的，我要稱為蒙愛的。從前在什麼地方對他們說：你們不是我的子民，將來就在那裏稱他們為永生神的兒子。以賽亞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說：以色列人雖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過是剩下的餘數，因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話，叫他的話都成全，速速的完結。又如以賽亞先前說過：若不是萬軍之主給我們存留餘種，我們早已像所多瑪、蛾摩拉的樣子了。這樣，我們可說什麼呢？那本來不追求義的外邦人，反得了義，就是因信而得的義；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義，反得不着律法的義。好，另外呢個羅馬書11章第2至第9節，神並沒有棄絕他預先所知道的百姓，你們豈不曉得經上論到以利亞是怎麼說的呢？他在神面前怎樣控告以色列人說：主啊，他們殺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壇，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。神的回話是怎麼說的呢？他說：我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。如今也是這樣。
照住揀選的恩典，還有所留的餘數。既是出於恩典，就不在乎行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這是怎麼樣呢？以色列人所求的，他們沒有得着，唯有蒙揀選的人得着了。其餘的就成了頑梗不化的。如經上所記，神給他們昏迷的心，眼睛不能看見，耳朵不能聽見，直到今日。大衛也說：願他們的筵席變為網羅，變為機檻，變為絆腳石，作他們的報應。